由南區區公所主辦樂活群戲院的活動，今年已經邁入第17檔。上午的活動宣傳記者會，在幼兒園小朋友舞蹈表演，為今年的活動來揭開序幕。樂活群戲院的活動每年輪流在昆新、喜洲和灣里來舉辦。今年將在3月21、22兩天，在市昆新龍山寺的廣場盛大來展開。今年2026昆戲灣活動預計在21跟22兩天舉辦。那昆戲灣活動今年已經邁入第17年。那這17年來，非常感謝我們地方人士，尤其我們地方的3大廟我們的龍山寺、萬皇宮以及萬年殿，全力的支持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活動。那22跟21號兩天呢，除了在我們龍山寺的廣場前有將近100攤的農特產展示以外呢，當天也有很多才藝的一個表演。那另外呢，我們為了結合當地的一個特色，我們也舉辦了很多小旅行。那小旅行的部分呢，預計從這個禮拜6就開始起跑，那預計為期4個禮拜，分別在昆生、喜樹、灣里舉辦不同的一個小旅行。上午的活動宣傳記者會包括副市長江林煌、龍山寺的主委吳志祥，以及多位的議員、民意代表、甲里長、學校校長攏到場來出席，全力來收聽。希望講，迄個昆戲灣這個活動，那會當逐檔主辦出來如何？愛就這個部分來行銷我們南區的這個美食。啊，以玩樂的部分來帶動地方的這個發展。啊，過21、22兩日，會當帶動講，互規年冬，不只是講咱台南市的人，佮全國的人。不只是講這陣要去試測，嘛會當過來紅樹林啊，所以會當講把這個地方這個發展。南區區長蕭秀華表示，今年樂活群戲院的活動主張地以昆新地區為主，對這禮拜起連續4週，結合昆新、喜洲甲灣里舉辦文化的小旅行。當頭起3月22的風味餐的部分，將由昆新的里長總菩薩來講讀。要讓民眾吃到無同款的辦桌菜。咱今年的風味餐在咱昆新這咧辦，由着咱里長辦那陳金剛因為本身就是咱的足有名的都市賽，咱所用就是攏這個風味餐尤其咱昆新這蚵仔是足有名，所以講阮的重點攏用是蚵仔啦，甲一寡海產這互大家真正吃到真正什麼叫做風味餐。毋是像一般桌菜安尼一般桌菜因為咱較常咧食咱遮佇昆新咧辦，就是有即個特別的特殊的即個口味，就是咱即個蚵仔料理，咱盡量把即個在地即個文化，咱來甲推廣出去。風味餐限量100桌，今年佇個廟方的支持下，每桌補助1200塊。民眾只要3800塊，就應該享用原價5000塊的澎湃料理。現場並且安排音樂團體演出，想要報名的民眾，卡手就要緊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